評審準則包括係盡責守己、仁愛樂作以及待人有禮。我哋選出咗10位風紀咧，去到競選呢個獎項。我哋有7位同學係獲得優秀獎，包括係4A 黃欣希、5A 陳曉瑩、5A 尹雪橋、5A 楊子軒、5B 周俊宏、5E 黃裕琳以及6E 吳子朗。喺過去幾個星期咧，大家都見到一班嘅風紀咧係好盡責咁向大家介紹，亦都展示模範風紀該有嘅榜樣。希望佢哋嘅典範能夠喺你心中留下美好嘅印象，你哋亦都以佢嘅行為作為你嘅榜樣。預備，1、2、3，好 ，OK。恭喜以上7位風紀。獲得傑出獎嘅有3位同學，分別係4A 歐陽志芬，佢獲得358票係最高票數。以及4A 余意陽，佢獲得262票係第2高票數。第3位係5A 楊子喬，佢獲得257票係第3高票數。好，望住鏡頭，預備，1、2、3，等等嚟多張，預備，1、2、3，好 ，OK。好，恭喜我哋嘅優秀風紀。